大消息，繼續來看年底要代表着新黨選台北市議員的參選人游智彬，昨下晡為着治癌藥的事件，衝到民進黨新北市議員林炳佑的服務處來抗議。但是真鬧氣的是，這個游智彬衝到服務處挾金紙，佫想要衝入去辦公室，但是竟然完全無發現林炳佑本人就徛佇個邊啊。游智彬是解說講，因為現場人真多，並無看到當事人。出來面對啊，林炳佑。伫咧民進黨新北市議員林炳佑服務處的門口，提麥個唱聲，個等銀紙愛出來面對。不過新黨游智彬要找的人就佇遮。頭前趕緊看一個林炳佑本人是真冷靜看一切發生，這敢是世界上上遙遠的距離。我就徛在你面頭前，你煞唔知影我佇遮。人山人海，林炳佑就躲在人群裡面。不敢接受游智彬的挑戰嘛？我知道他長什麼樣子。那昨天現場可能有接近100-200個人啊。他現場全部都是遠景了哈，那少數路過的群眾，對人數應該沒有像他講的這個數字。那你跟他對眼對了好幾次，他沒有認出我來，那這個還要怪在我身上，我覺得這個是無厘頭了。我看一個游智彬直播的畫面，一開始林炳佑就已經徛在門口等，所落來游智彬的宣傳車一路駛到路口，黃色的網仔線，佮出動真濟警察來維持現場的秩序。等到防抗議的林炳佑本人嚴嚴啊看游智彬，佇咧眼前來呀，佮走外，實在是有夠冷靜。真正有夠夭壽。那游智彬規關抗議行動，其實是因為林炳佑正經體拿被定贏，招民眾上街仔路，袂輸是好路別勤。伊嘛早到古高議員地尾山的服務處，不辦依上節目講化學物質佇咧食物內底就存在，完全是沒有任何的意思要來包庇任何的廠商。我們還是再一次強調食安零容忍。年底選戰拼現光，游智彬到議員辦公室找人，想要到要找林炳佑，就佇咧家己的後壁，顛倒引起話題。